注意看你四周围。伊叫你看，你就真正看，吼。听咧，注意听，听上帝伫咱心内迄个微细的声音。关系第二节，耶稣原地以先手中，也未忘着你，你传告诉所传过你，也未听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好好啊看，哎，你可能过去拢无好啊，甲你身边的人兄弟姊妹较看，吼，来，听咧，注意听，上帝伫咱心内迄个微细声，关系第三节，有所愿的领受心中，也美丽玛丽，有所愿的给为那多。也未找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搁一格甲看，看较清楚咧，哎，听咧，关心，好，大约啊，咱的唱法就是安尼，所以。这条可能爱麻烦大家人，吼，安尼咱嘛是圣诗咧唱的时阵，吼，一个真要紧的，咱无凸显咱家己，咱是用一个同心合意的心来敬拜咱的主，所以咱嘛是伫咧这个过程内面唱圣诗的过程内面，来互咱会通安尼用到一个同心合意的心来献上咱的敬拜甲学乐，吼。好，咱准备心来今仔日的礼拜。搁1分钟，请大家用手机切起来，专心来敬拜上帝。
全地啊，就对上帝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帝，就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于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样的羊群。这时，请大家起立来吟圣诗272首，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慈悲满满的上帝，愿荣光归伫你。你疼惜世间人的苦难，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互阮对伊得到活命，愿荣光归伫阮的主耶稣基督。你通过福音显明活命甲永活，互阮有机会甲基督同活，搁用你的疼留伫阮的心内。阮学罗你，恳求你的看顾，你的同在，互阮伫你的面前有一个安静的心，来专心敬拜你，来荣耀你的名。至圣的上帝啊，阮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日常常常犯罪，离开你的名，离开你为阮准备的道路，亲像迷失的羊。因为为阮的软弱，有济济过失，只有你知，阮有做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咧你的慈爱。求你拯救阮，阮求叫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来倚靠你。求你赏赐阮快乐，照着你的光，照着阮的心内，互阮知影悔改，洗清阮的内心，放下世间的一切，独独注入伫你，来行你的道路，所行的合你的旨意，阮恳求你。当阮将今日的礼拜摆伫你的面前，求你在礼拜中，借着牧师的分享，
因带阮，互阮搁一届清楚的来认捌你。感谢耶稣，阿罗上帝，带阮做伙，因你教示阮的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荣光归上帝，上帝。此时，咱做伙来启应。今日启应文是启应文56篇，咧信息1101页。启应文56篇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章。我来启，请大家念。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的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相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正做上帝的子儿。伊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意，嘛毋是对查某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阳光，是像伊要独一的囝才有的阳光了。伊对伊满满的恩典，阮上加阮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这是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圣经是出自马太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8节。我用现代台语汉字本2012版来读。6年后，耶稣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干那因家己爬上一座高山，伫因的面前，耶稣的形象改变，伊的面亲像日头发光，伊的衫变一件亲像光遐尼白。忽然间，摩西甲以利亚对因显现，甲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主啊，咱伫遮正好，你若要，我伫遮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因犹在讲时，忽然一片灿烂的云，甲因踏咧，
有写对魂出来，讲，即个是我所疼的囝，我真爱，我真意爱，恁着听趁伊。门徒一个听见，就拍落去，非常惊吓。耶稣叫我去，甲因摸，讲起来，毋免惊。因一个举头看，就看见耶稣，以外无别人。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即时要请青草器来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歌是主，你是我的力量。万岁的歌声达到天庭。今日牧师要用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来进导时间交给牧师。兄弟平安。感谢青少年团契今仔日用着主你是我的力量这条诗歌来带咱来敬拜上帝。伫个诗歌内面讲起着讲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我想伫咱的生活中，咱时常会拄着一寡咱无法度搬过的挑战。但是当咱去拄着这个事的时阵，咱是毋是真正会伫咧迄个第一个时间去想着？主是真正是咱的迄个拯救者，是咱迄个随时的帮衬。是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先想到的是某某人，伊会用帮衬我，某某人伊会通诚做我的快乐甲帮衬。
期待咱透过青少年团契因今仔日所献的诗歌，会通搁一届来成做咱的提醒，互咱真正毋若是干那照着宣告，搁会通伫咱的生活中真正活出来落实，互咱的信仰真正会通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因为当咱伫遐咧宣告主伊的迄个，咱讲伊的属性的时阵，当咱咧宣告主伊的快乐，就要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愿安尼即条诗歌会通成做咱日后，咱伫咧工作上，也是伫咧生活上，若有需要啥物安尼得到提醒的时阵，即条诗歌会通成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伫每一日、每一礼拜会安尼会主日的敬拜，主你搁一届圣神来引带阮、吸引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但愿你的神即时来开启阮的心，互阮会通用着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也互阮伫领受对你主你的话语的过程的内面，主阮毋是干那只有知影主你是阮的帮助，却伫咧阮日常生活中，阮拄着困境艰难的时阵，阮却毋知影迄个帮助伫倒位。愿你的神会通成做阮的指引，来伫咧阮拄着艰难的时阵，阮会通时常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互你的话语、你的神来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愿咱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顶厝两礼拜前咱有讲起到即个服侍的路牧师已经将迄个人物命事神内面遐个内面已经讲到第3讲。伫咧即个咱讲到即个服侍的路的即个部分，咱讲到讲即个灵、悟甲命带来是个人的性命迄款的改变甲成长，互咱会通真有效的服侍。但是如果咱无迄个安尼服侍的即个阶段，咱个人的性命的迄个改变甲成长就无有真大的迄款安尼意义。迄个人物命事迄款安尼迄个服侍是要互耶稣伫咱的中间来做王，毋是咱咧做，是主耶稣伊咧做。迄款安尼服侍是要互咱会通轻松的，是互咱会通哪服侍，咱会通安尼讲哪有快乐，哪服侍咱哪有安尼迄种有满的迄个动力。煞者咱嘛有讲起着讲，伫咱的分享的内面嘛讲起着讲，安尼迄个人物命事神的即个服侍所带出来，是上帝的迄个快乐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彰显，是要互迄个服侍者伊经历着迄个上帝的疼，甲伊的大能力，得到耶稣迄个国外性命迄款安尼的价值，愿意甲咱安尼同齐共款去服侍别人。所以，迄个服侍的目的是啥？是要互会通传承互咱安尼所领受到的，咱毋若是干那服侍别人，佫会通期待咱所服侍的人，伊也会通成做一个服侍者。所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即个安尼传承的目的是要建立关系，是要互人甲上帝。以及人甲人的之间的迄个关系会通得到建立。最后，咱嘛有分享着讲迄个传承必须爱安尼有一个咱讲有父母的迄款安尼的心智，是迄个属灵父母去培养迄个属灵的迄个儿女成长的一个过程。即个传承的过程内面，咱有讲起着迄个叫做代培放。
也就是讲，迄个大是啥？讲带，就是讲要诚做一个模范，也是讲一个榜样，以身作则。讲我做互你看，咱的信仰毋是干那用讲的，乃是咱真正会通安尼行出来，做互你看，互咱所讲的会通落实伫咱的生活中，互人看会到，毋是干那安尼只有干那听见。伫咧拜四的即个周四小组的分享内面，嘛有去讲到。伫咧有真侪时阵，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咱期待人会通甲咱共款来信主，但是咱却无活出一个应该有的迄款安尼基督的迄款国外迄个性命的时阵，人看见咱的性命，无啥物通好欣赏的，人是安怎要来？只有带着咱以身作则，咱做互人看，讲即个信仰真正好，好伫啥物所在？搁过来，咱就会通伫迄中间安尼来陪伴即个咱所陪伴的人。咱安尼毋若以身作则，是互咱的即个属灵的儿女，互因开始安尼，伊毋若是干那看了，伊开始会通伫迄中间，伊开始来互伊陪伴伊，来开始。伊家己做决定，陪伴伊、鼓励伊，互伊会通来伫咧迄种伊的灵命会通得到成长。搁伫咧迄个过程内面，毋是伊来负伊家己的责任，是咱来去为着伊所行毋对的所在，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负责任，互伊伫咧中间会通来学习，也会通伫咧迄个中间。伫咧迄个错误内面来得到学习，伊才知影啥物是叫做毋对，啥物是对。搁过来咧，当伊有法度家己去做好安尼决定的时阵，咱就爱开始会通安尼学习放手，互即个咱所陪伴的即个属灵的儿女，互因会通开始会通诚做别人的帮衬，去陪伴。去放手，互伊会通诚做别人的迄个属灵的父母。所以，咱要来分享的是，安尼，即个服侍的路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即个灵物命世神的神的即个部分。即个神到底是要代表啥物货？伊所代表的就是要咱所做一切，拢是要归荣耀给上帝，要互耶稣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所以，伫咧即个过程内面，是上帝互咱安尼活伫咧迄个谦卑的内面，要互咱会通安尼伫即个谦卑的内面，咱会通安尼继续互主来甲咱使用。所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一个上落尾也是上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咱所行所做，是要将一切互咱的服侍，毋是干那哪有。迄个影响力安尼若定，佮要互咱会通真正将一切归荣光互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尤其是伫咧咱诚做一个陪伴者，咱诚做一个服侍者的时阵，咱会真容易安尼迷失伫咧迄个叫做伫咧迄个人物命世的即个阶段内面。咱袂记得咱迄个服侍的迄个重点是啥物货，就是要将一切荣光来归予上帝。咱若袂晓将荣光来归予上帝，安尼认真讲，咱的心内就无上帝，无神。安尼无论咱的服侍，咱的成就有偌大，安尼咱所服侍的结果。有原是面对的是死亡。使徒行传第12章内面去讲到希律，因为伊无安尼将伊那个荣耀来归予上帝，因为一边伊伫遐咧甲众人伫遐咧讲咧去讲起着伊所领受的时阵，众人伫遐讲这是对上帝来的声音。伊伫迄中间，伊将荣光归予伊家己，结果。伊无将荣光归予上帝，结果就是伊怎啊随时两边互虫来加死。所以，咱就通知影讲，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
爱将一切荣光归予上帝。不管你今仔日你所行、你所做、你做的代志是真微小，是真大，咱做了有效果，是无效果，咱拢将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今仔日咱伫咧咱的服侍内面，咱会通看见，真侪时阵，咱安尼做了小可，咱讲稍有成果，咱就伫咧心内，咱就开始伫遐骄傲，咱就伫遐讲我为着主做啥物货我为着主安尼亲像甚至有的教会有的牧师伊会讲我为着上帝，为着主的国度起偌济间的教会。当伊伫咧讲即句话的时阵，到底是将荣光归予伊家己，是归予咱的主上帝？咱所做的拢总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咱若伫咧咱所做的即个顶面，咱伫遐安尼僭越，伫遐讲这拢是咱为主所做的，咱伫遐伫遐安尼伫遐高举咱家己的所做，这拢是抢夺上帝的荣光。所以，伫咧咱服侍的道路内面，一个真要紧，也是上落尾一个真要紧的，就是爱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因为骄傲会抵到人伫咧即个服侍的即个道路顶面来跋倒。箴言内面嘛有讲起着，伫咧马太，咱先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3章内面讲遐啦，伊讲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低，屈低家己的会受高升。华语说什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所以咱会通看见，当咱伫遐，咱伫咧服侍过程内面，咱若小可有一点点的成绩有小可有一寡过效的时阵，伫咧咱的即个俗世的即个价值观内面无毋对，咱伫迄中间，人会甲咱学了，但是如果咱也会晓将人对咱的学了，搁一摆来归荣光予上帝的时阵，咱无伫迄中间来出头，咱伫迄中间来咱真清楚知影讲，咱所做拢是主所做，因为咱所做若毋是主伊的气力甲伊的帮助，咱所做一点就无算做是啥物货。所以箴言第16章内面去讲到，就讲安那，伊讲有骄傲就有失败，有自高就有滑倒。骄傲在败坏以前，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所以，咱应该，咱就爱安尼继续持守，保持一个迄种谦卑的迄款的心态，咱才有法度继续来服侍主，来安尼讲持续到伫咱见主的面的迄一日。所以，亲像保罗安尼，咱会通看见。规本新约的圣经内面，会通讲有2/3的即个部分，拢是保罗所写。佮伊为着福音的缘故，伊受真济苦，但是伊遮尔互主所大用的一个，咱讲一个遮尔咱讲伫咱来看，遮尔安尼伟大的一个信仰的人物，但是伊安怎伫遐讲起着伊的服侍？伊讲啦，讲毋过有上帝恩典，才有今仔日的我。伊使互我的恩典无落空，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拼命，讲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做，是上帝恩典甲我同在。所以，咱就会通看见着保罗伊偌尔谦卑，伊伫咧中间，你看嘛，伊伫遐。伫咧圣经内面讲起着，伊为着主伫遐安尼受关押、受鞭拍等等遮的，但是伊伫遐讲安那，讲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恩典甲我同在。伊虽然为着主安尼极外劳苦，但是伊无感觉讲伊家己有啥物款的了不起，因为伊看见的是上帝恩典。是上帝的恩典甲伊同在，伊才有法度安尼谦卑来服侍，来互主大用。安尼今仔日咱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咱敢要搁伫遐来高举咱家己吗？毋是咱会通为主做啥物货，毋是讲不要以为我做了啥物货因为一切拢是主的恩典。咱
有迄款安尼为主服侍的机会，互主使用，甚至为主来受苦，一切拢是主的恩典，是上帝恩赐甲伊的拣选。所以，当咱伫咧面对着逐样的困境，伫遐拄着任何的挑战的时阵，咱无搁再是伫遐来讲起讲是安怎是我。咱是讲感谢主，伊互我有安尼的机会去面对即款安尼的挑战。因为别人无安尼的机会，伊伫迄中间是要互我去经历上帝搁较大的恩典，要互我去伫迄中间看见上帝恩典的手怎样伫我的身上来伫遐来落实伊的大疼痛。若毋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咱啥物事都拢毋是，也啥物事都拢无法度做。咱若有安尼迄款咱的心志，咱就会通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咱的上帝。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搁哪是活出一个迄种无家己迄款安尼生命的结果。迄款安尼，迄个活出来，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乃是主基督。咱将咱的所活出来，迄款咱的焦点，拢总只有注视伫咱的主耶稣的身上。就较亲像主伫咧加西咧约翰伫咧伊当伫遐安尼，伫咧对伊的学生所讲的。当伊的学生伫遐安尼讲着讲老师，我过去伫咱中间，你家己加西咧的迄个耶稣，但即个时阵有真侪门徒，伊有真侪门徒咧跟对伊。迄个时阵，加西咧约翰伊只有讲啥物事？伊讲啦，伊讲伊一定兴旺。我一定拿随你，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咱伫咧咱的迄个服侍的过程内面，咱有看见着咱的同工伊所做的做了真有果效。咱是心内伫遐安尼有做迄款安尼的迄种咱嫉妒是咱伫迄中间，咱是有满满的祝福。伫遐讲起着，伊的确兴旺，我的确拿随你。这也就是我伫咧前一阵仔我嘛捌分享过。今仔日伫咧咱的教会内面，有当时咱为着咱讲为着要讲巩固咱的迄个地位，伫咧教会的地位，抵到咱的伫迄中间无小心，咱伫遐来打压咱的同工。我嘛捌讲起过，我过去伫咧做神学生的时阵，我就捌听过伫我的。即个同学也是即个安尼，即个学长也是迄落学弟的中间，即个安尼伊非常有才调，结果伊去到伫教会咧实习的时阵，伊所实习的教会牧师伫遐为着惊即个新学生会赢过伊到处打压，互伊无法度。白骹白手，这也袂做哩，迄也袂做哩。咱嘛捌看过有一寡即种，咱讲迄个联合的迄种迄种有主任牧师甲副牧即款安尼的服侍。伫迄个中间，主任牧师惊伊的副牧安尼讲爬过伊，伫迄个中间安尼处处伫遐安尼打压。即个也袂晓做，惊你做啥物货？惊你惊伊的迄落即个副牧的名声赢过主任牧师。主耶稣，伊伫咧即个所在，行西约翰，互咱一个真好的模范。伊的确拿兴旺，我一定拿随你。这也是我个人，我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即句话是我的座右铭。伊会成做我的座右铭，是因为我家己我的属灵的老爸，伊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伊培养一群真有能力，也会通安尼伫教会内面真尽心尽力伫遐服侍的同工。阮安尼一群同工安尼。只有敢若4、5个，阮逐礼拜
去到伫牧师馆，伫遐甲牧师伫遐查经分享。阮逐礼拜拢提早点回家，什么意思？拢过12点了，过饭店就提早点回家。牧师伫遐甲阮朋友，阮伫迄中间甲牧师诚做伊的核心同工。伫迄中间甲牧师有真好的配合，牧师伊领受异象，也甲阮分享。阮伫遐甲伊讲讲，牧师即个袂做哩，牧师迄个应该安怎做？你也知影讲，牧师嘛是人，牧师伊有伊的极限，甚至有的牧师伊可能伊一世人伊毋捌伫咧即个社会有工作过，伊对新人伊出来了，伊就直接入来教会。伊对社会伊有伊家己的迄个极限，无法度。咱做一个伊的同工，咱捌伫咧社会内面有工作过的时阵，牧师的意向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去甲实践？伊伫迄个中间，咱做同工的爱帮助牧师讲，牧师啊。这个目标，这个意向真好，但是牧师，这个意向安尼无法度做，会去踢着铁棒。要安怎？牧师，咱来换一个方向好无？目标伫咧遐，咱无法度直直行，咱转一个向，共款的目标，安尼会使无？伫迄个中间，我看见我的这个少年老爸。伊伫迄中间伊会晓将尽力来将伊所领受甲阮分享，阮也伫迄中间，诚做伊真好的帮助。等后来教会要开拓一间新的教会时阵，后来聘请着一个新的即个开拓的牧师。即个主任牧师，伊就对即个副牧讲，伊就因为爱甲差派出去开拓教会，伊就甲即个开拓的牧师讲。我即阵同工，你拢会使使用。所以，阮伫咧迄个开拓教会迄个期间，阮是2间教会伫遐咧走。落尾手，后来因为时间哪来哪济，阮发现讲，阮无法度走2间教会，阮只好放弃，无会去伫咧专心伫咧行会的遐服侍。当阮专心伫咧行会服侍的时阵，阮的即个老牧师，伊伫咧伊的身躯边就拢无同工。伊的确兴旺，我一定会打碎伊。咱咧服侍顶面，咱就是爱有迄款安尼的心志，因为咱所行所做，毋是为着咱家己，嘛毋是为着咱家己的名声。所有一切拢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高举主的名。所以咱伫咧服侍过程内面，咱无伫遐考虑讲我会伫咧中间得到什么款的名声，还是得到什么款的利益。这也是我对我即个少年的老爸，我对伊遐所学习的。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咱正兄这那安尼有。对我安尼来到伫咱南阳教会，即句话我已经讲过几啊遍。这也是咧我咧服侍过程内面，我一直时常来诚做我的迄个警醒。甚至我伫咧安尼伫咧做传道书的时阵，我嘛捌伫遐来遇着我当初时的即个。到即个中会传道部的即个牧者伫遐来甲因调整。真侪教会伫咧开拓教会时阵，拢是派着一个传道师去开拓教会。传道师对教会，也是对教会事工的方式，伊应该是上无经验的，敢毋是？派一个上无经验的去开拓教会。安尼敢对？如果今仔日若咱南阳教会要开拓一间教会，要开拓一间新的教会，我若是诚做这间教会主任牧师，是我出去开拓教会，
传道书留咧。伫咧即个所在，即间教会已经真臃肿，咱要去开拓一间新的教会，迄个教会还阁真软弱，是即个有经验的即个牧师去开拓，伊留一个传道书，伊伫遮好好啊来固守咱的遮羊群。当若讲安尼开拓了好势，则搁派即个传道书，也是讲已经服务了后去迄间教会伫遐拢会使。但是初期的时阵，无应该是派一个传道书出去。当我将即种的概念去甲传道部讲的时阵，无人敢讲话。如果若确实每一个牧师、每一个教会同工所想到的，拢是干那家己的位置、家己的迄个利益的时阵，迄教会袂有成功，搁安那袂得到上帝的欢喜，因为建想的拢总是家己。咱只有干那真正会通欢喜来伫迄中间，来伫遐安尼为着主的名缘故，所做所有一切，拢为着主的名。咱今仔咱这是直播的哦。咱的网络的讯息，我敢伫咧遮讲，就是我敢安尼做。因为我伫咧传道书的时阵，我就安尼讲。如果今仔咱南阳教会若有机会，咱要去设立教会，我就是我出去。因为我伫咧开拓教会的时阵，阮进前迄当阵，阮所领受着的，甲一寡同工所领受着的是，我对有母会去到伫教会伫遐，阮伫遐开拓，阮原定本地设定8年。阮伫遐好好啊，伫遐来安尼将即间教会，阮10个人去到伫即间教会，后来即间教会到伫安尼80人的时阵，我才安尼离开去读新学院。伫咧中间，原地本地所有的同工甲着开拓的牧师，阮设定讲好8年，是安那是8年。咱的照咱总会法规，执事一任是4年。若开拓一间教会，咱也会使开拓8年，拄好执事拄好2任，搁怪用创啥？选长老。选长老了，教会有长老，即间教会就自然就会通成立堂会。这是咱的教会的法规。迄当阵，阮所有的同工拢讲好，8年了后，阮就是搁归建，等于无会要创啥？可以开拓另外一间教会。但是我上帝的心意超过阮的心意，所以阮伫迄个过程内面，阮后来先嫁做堂会的时阵，我就已经去读新学院。搁伫咧即个过程内面，其实拄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阮还未到8年的时阵，阮的开拓牧师就离开。是安怎离开？是叫做愤而离开。同款，拢总是为着个人的迄个，毋是讲牧师，是讲伫咧迄个中间母会的长老。母会长老去到伫中会，听见有的教会长老就伫遐安尼。讲一寡有诶无诶，生一个囝生遐久，我毋知咱捌听过无？其实教会要升格做堂会，对咱来讲其实真简单。我只要对母会派2个长老去到伫教会，即间教会就马上升格做堂会。我嘛知影啊，但是安尼敢有较好啦？你用其他的，就用母会的长老过去，当然真好。但是如果若搁较好是，咱家己教会、家己的这会友、家己选出来的长级，后来真做长老，即间教会是毋是搁较健全？但是就因为安尼，这长老听见着这个中会转来到伫教会，就伫遐。安尼对即个
开拓的牧师伫遐安尼有一寡意见，逼到开拓的牧师愤而离开。所有拢总是徛伫咧人，迄个高举家己，至到伫咧上帝事工的顶面来安尼损失。但是阮伫迄中间，阮并无因为安尼，阮来累志。讲要升格做同会可以啊，所以阮就4个长老甲执事安尼直接过来。落尾这4个长老甲执事就将做即个教会的长老，马上升格做同会。但是又搁怎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咱伫咧所行所做的顶面，咱到底咱所看见的是人，还是咱所看见的叫做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咱要怎样来达到，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迄就是咱今仔的主题，叫做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咱爱稳重啊，咱爱唔好伫遐追求出名。唔好伫迄中间伫遐想要出头，出头目标非常的明显，就容易被砍头。还佫会记得我讲过无？咱伫咧过去咱也伫咧安尼去，我过去以前伫咧台中我若去到伫即个南投山地山坡的地区的教会去遐服侍。去安装音响等等遮的时阵，伫咧经过的路边，拢有咧卖蜂蜜的，伊拢会面顶拢会搭红纸，写啥物货？不准砍头。共款，咱伫咧囡仔伫咧迄个什么汤姆熊，有一个游戏有无？那个是什么？打地鼠对吧？你看冒头都甲你坑了，对吧？冒头的坑嘛。咱不追求出名，也不追求出头。咱出头目标非常明显，咱就容易被砍头、被 K 的。互耶稣来出头，互耶稣来做王，无人敢安尼，咱讲无人敢占耶稣的头。耶稣嘛为着咱的缘故，已经钉死伫咧十字架顶啊。所以耶稣已经代替咱，所以互耶稣来出头，伊目标明显。人安那人，如果咱若出头，咱的目标明显，人就看见咱，就较亲像咱伫咧迄个鱼缸内面，咱会用看见一寡遮的彩色色彩斑斓的遮的鱼共款，容易互人看见。看见人自然就将迄个焦点。怎啊分散伫咧人的，怎啊当夺取了上帝的荣耀，夺取了耶稣的荣耀。个迄个出头的人容易去互人安尼砍头，若无出头就稳重伫咧迄个，咱讲稳重伫咧身躯内面咱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大家人拢看袂见任何每一人。咱就会将一切荣耀归予主耶稣共款。所以咱要搁倒来想，安尼要互主大用，咱需要安尼持续伫迄个咱讲持续的稳重咱家己的一寡咱需要去好好来去想的代志。第一项就是，咱需要。咱为着要互主大用，犹原咱继续安尼持续稳重。第一项，咱就是爱做传承。这也是咱头段已经，咱进前已经有讲过，迄个带陪放，迄个带引带陪伴，搁来安尼放手。咱尽力伫迄中间来陪伴，才会咱所陪伴的人，互伊会通比咱搁较成功。咱陪伴伊，照着即个带陪放，咱所分享着咱即个带陪，互一代比一代搁较好。因为你所陪伴的，伊是你的属灵的儿女，就较亲像咱伫咧
咱培养咱家己的儿女的时阵，咱敢有期待咱的儿女伊比咱较差？咱拢期待伊比咱较好，敢毋是？咱拢期待咱的儿女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敢毋是？共款，咱今仔咱伫咧咱的信仰的路上，咱嘛是共款来陪伴咱的咱所陪伴的这属灵的儿女，互一代比一代更较好，互教会内面充满了人才，无有人伫迄中间来突出，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咱伫迄中间只有高举主。无有高举人，第一项传承。第二，咱伫迄中间，咱是一种的迄个团队服侍，也就是讲，咱是迄个咱讲机体，讲身体的服侍，无有一个人比别人搁较重要。咱大家拢是主的机体，只有耶稣伊是头。大家咱拢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的身份，咱伫遐同齐来配搭，来伫遐来顺服耶稣的心意。阮伫咧开拓教会的时阵，阮伫咧我所开拓的台中建营教会，我毋知影即摆还阁有安尼无？但是伫咧阮迄当阵，我还未读新人院进前，阮伫遐落实即个想法的时阵。阮虽然伫咧教会内面，有长老有执事，但是阮伫咧教会内面，阮彼此称呼拢是兄弟，拢是姊妹。所以，阮拄着某一个长老，有长是某某兄弟、某某姊妹。阮伫咧内底，恁若去台中，恁就知影，台中建行教会离中国医药大学非常的近，所以伫咧。中国医药大学迄附近，拢一大堆的医生。伫咧阮的教会内面，有完嘛有医生。教会无真大，但是咧，事工拢爱进行。所以你就算你是医生，歹势安排着你去扫厕所，共款是去扫厕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只有耶稣一道，大家人拢愿意放下家己的身份。你不管你伫咧世间是啥物款的身份，来到伫主的教会，咱拢是共款是主耶稣的肢体。教会有迄个正确的迄个架构，咱就会通保护每一个人。伫迄中间，咱无出头，咱拢只有伫遐互耶稣来出头，咱就会通互主来大大来使用。咱的即个肢体中间，咱得有一个真美好的即个配搭，无有人出头，只有干那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第三，咱若是只有干那伫咧咱的即个咱个人本身，也是讲团队服侍的即个部分尔。咱应该搁较就是进入迄个国度的服侍。这也是咱即马伫咧教会观内面，尤其伫咧差不多伫咧我进入新人院了，咱伫咧教会界内面开始有做一个无共款的改变。就是进入迄个国度的即个服侍，也就是讲，今仔日咱无搁再是只有干那咱的教会，这也是咱今仔日伫咧教会内面牧师一再伫遐强调，咱无搁再是干那讲起，当咱伫咧讲教会时阵，咱无搁再是干那咱滥用教会，咱所讲的是主的教会，主的教会内面包括非常的多，毋是干那只有咱长老教会，是包括着甚至包括着天主教，包括着即个迄落像圣教会浸信会等等遮的，拢总是主的教会。咱伫咧教会服侍内面，咱如果咱若只有干那限定伫咱的滥用教会时阵，迄个范围是有限的。就敢若亲像咱伫咧即个鱼缸的内面，咱容易互人看见。但是当咱进入伫咧迄个国度的服侍的时阵，迄个范围是大的，就较咱亲像伫咧大海内面，咱就会通伫，因为是伫咧大海，咱容易隐蔽起来。要进入伫咧国度服侍，咱必须要放下咱所拥有的，行出去去服侍其他的人，包括去服侍其他的教会，用到一个罗卜的心去服侍。
毋是去咱讲去拥有、去摕到，乃是只有付出，为着上帝国度伫遐会通得到建立耶稣的名，伫全地要得到荣光。今仔日咱如果咱若只有将咱家己限定伫咱家己南洋教会，安尼咱的心伤细，咱的心需要搁较开阔。迄个规个教会观，所以是安怎？伫咧新人医诶，即个教育内面是安怎？遮个新学生伊需要去每一间教会实习。伊伫咧实习的过程内面，毋是干那实习安怎来伫迄个中间来做一个服侍者。伊搁较会通去看无共款的教会，互伊的即个教会观会通搁较广阔。如果你的教会观只有一间，安尼伤过细。上帝的教会。所以，牧师嘛捌伫遐来安尼鼓励咱大家人。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毋是干那讲主啊，求主你祝福阮教会，乃是讲主啊，求主你施恩赐福伫你的教会，也是讲主的教会。因为咱爱有一个更较广阔的，因为毋是只有干那咱需要得到祝福，乃是上帝的国度需要得到。伊的正肢体拢需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要互耶稣的名伫全地得到荣光。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规个人物命世神的即个服侍的即个道路顶面，是要咱的服侍是一直到伫咱见着主的面。咱拢需要不断伫遐行伫咧即个服侍的即条道路顶面，咱无忽略，也是讲咱怎啊停留伫咧每倒一个阶段安尼若定。因为每一个阶段拢是重要的提醒，甲着咱每一届会用伫咧迄个中间来伫遐自我伫遐来检讨的一个标准。当咱伫遐安尼持续伫遐伫咧即个人物命世神的即个。路上伫遐来服侍的时阵，咱就会通迈进迄个所谓的叫做幕后的大复兴，也就是讲，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因为咱所行所做，咱拢得到圣神的引带，搁会通伫迄中间有圣神来帮助，互咱会通晓悟上帝话，搁咱会伫迄中间来真正活出主耶稣的迄款的性命。搁咱伫迄中间会通来欢喜、来服侍、来帮助咱所服侍者，互伊也会通成做另外一个服侍者。搁咱所行所做一切，拢是要为着荣光主的名。安尼，咱当主过来的时阵，咱就有法度伫上帝面前伫遐来交账。因为咱所行所做，不管你是伫咧即个服侍的道路顶面，会倒对每一个坎站，你拢是将一切荣光归伫主的时阵，咱伫上帝面前，咱会通真好胆伫遐徛在。这人物命世神的即个服侍，也是牧师用着3年4个月的安尼的时间伫遐来分享，咱会通伫咱个人的层面来做真好的落实，咱迄款安尼的落实，要带来的是咱的迄个性命的改变，咱的规个观念要得到改变，通来互咱会通预备好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等一下这主的日君啊，咱会通看见，不管是伫咧即个大自然，是咱看见迄个人的心的迄款的改变，规个全球迄个人的心的迄款的撩动。咱就会通真清楚知影主的律教。咱若无准备好咱家己，当主过来再来临的时阵，咱若无亲像迄个准备好的迄5个在色女准备好灯油，咱是无分伫主的国度的内面。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安尼遮尔长久的即个服侍的即个分享。互咱会通，搁一届好好来建立，咱会通有一个真水、真好的迄款安尼的性命，
互咱的咱的信用真正是将会讲看马步，将咱的即个安尼，咱的基础拢调稳。咱过来，咱所面对着逐样的即个困境挑战的时阵，咱就无搁再诚做咱的困境甲挑战，乃是要诚做咱的祝福，要诚做主伊要将伊的迄个大能力施展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处理好的意思，将你家己的话，伫逐个时阵来将你的话赏赐互阮。也愿你的神亲自来感动阮、引带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所行所做，阮一切所有阮的看、阮的听，以及阮的所想，主啊帮助阮，互阮的心所想的、嘴所讲的，真正拢合伫主你的旨意。搁互阮真正会通落实主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内面真正行出来，互人看见阮的生命的改变，因也欢喜来跟随。互主你的国度真正会通伫你家己的教会来兑现，互侪人的生命，因为主你的教会伫即个所在徛起，就要互侪人的生命伫即个所在来得到影响。愿你的神不断来感动阮、引带阮、带领阮，互阮过来，阮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主你迄个国外的生命，是迄个对毛虫变成做茧，后来破茧而出，变成做一个蝴蝶，迄款安尼，迄个换新异变的迄款安尼的生命。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带领你家己的教会，你的百姓。我咱来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请大家起立，用圣诗72首，耶稣，阮伫倒路找你，来回应上帝的话，请起立，用全首。看你四周围，你的兄弟姊妹，你伫咧伊中间有看见主耶稣啊无？咱伫咧中间来安静来听见主迄个美细声音，伊对咱讲什么款的话？关心耶稣啊，你先手中，今日望着你。你传告诉所传道理，也未听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看，搁好啊，搁甲看一遍。毋是干那看正面，嘛看倒面，看你后壁面，看你头前面的兄弟姊妹。关心，耶稣阮伫领受心中，点美丽玛丽，耶稣阮伫计划那多，点美找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即个看搁较远嘞，毋是甲看你边啊，看搁较远嘞。
主对咱讲什么款的话？关心，耶稣我的修心中，也未忘着你。耶稣我的更高肯定，也未看着你。我的心里的亲兄弟，我的心里的亲姊妹，即个看你前后，看你前后兄弟姊妹。听你关心，耶稣我的要路灵魂，也未看着你。耶稣我的亲像的梦，也未看着你。我的心里的亲兄弟，我的心里的亲姊妹，好好啊，搁甲看搁较远嘞，甲伊四眼交对。听你关心，耶稣我的世界面貌，也未看着你。耶稣我的天地手作，也未看着你。我的心里的亲弟，我的心里的亲姊妹，搁一摆甲看伊的面貌，有亲像细囝无？听你关心。请坐。请起即个，请起立，即是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回应上帝的应许。咱做伙来讲，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丢表家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无永富，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他伫全能的上帝后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日是洗奉献的主日，请大家准备心来做洗奉。请起立。
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心意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之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是要来感恩奉献，请吴承安、简秀梅执事来叙述献。起立。阿门。请坐。只是今日无，我遮无想到有新来的，是足久无来。只是来读本周的经句吼。经句咧，周报的第3面。今日经句是出自马太福音17章第8节，咱做伙来读，请。因一个叫我看，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马太福音第17章第8节。好，这是来迎新报告。请大家先到周报第6面。本主日为是11奉献主日。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礼拜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卫生。主日为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大家关心圣经学院的事工。
一学期搁开始，所以新的奖学金开始受理申请，请家长爱咧15以前，甲成绩单送去主任，甲传去来申请。22号会召开奖学金委员会，咧设教助理会发放。第4项是迄个洗手爱无限的曙光已经开始，请大家有备心来准备奉献来到。具体报告我就无够读啊，请大家看。有一个是14个早起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咧，济南教会有一个是 AI 工作坊少年也是拢会当去看卖因为 AI 即马先热烈啦剩咧请大家看，请嘛看周报的第6页下边有带导的事项，请为着梁英玉姐妹、阮玲雅姐妹、陈伯君弟兄，个尤阿素姐妹、甲胡淑如姐妹来祈祷，咱做伙来为着伊祈祷，请大家做伙祈祷。主，阮伫天顶的爸啊，阮感谢你，互阮有一个教会会当来敬拜你。世上即马逐所在拢有战争，也有瘟疫，咧台湾嘛流行囡仔的各种疾病。愿你的神会当亲自临到遮个地区。举起你愿世间和平的手，互战争会当止煞，求你医治的手来医治所有因为疫病受害的人，互因会当得到医治。主啊，阮将教会即几位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看顾，不管因有牵线来宜兰，也是有新的职务，也是要去读精学院，拢求你看顾，求你引带，因会当真正来明白你，来因为你的恩典得到成长，得到好身躯好起来。阮将因摆在你的面前，主啊，阮也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为身体无爽快，求你看顾，因会当早早恢复，会当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看顾。主啊，阮将即礼拜的时间拢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恳求你的看顾，互阮一礼拜时间拢会当，敢若看到你一个人，会当所做的代志拢合你的心意，会当来行你的道路。主，阮恳求，阮讲以上的种种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感谢耶稣。俄罗上主，阮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要请牧师来祝祷。要不上言。送。这时要来上言，圣诗391首。俄罗上天顶主宰，上言了，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
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诚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日日，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用这条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